2015年 Honda Stepwagon 1.5 Turbo VTEC 呢架咧就經濟啲啦，可以咁呢個咧就唔使6位數字啦，5位數字得啦。嗱，一樣咧有雪櫃門，兩邊電燙，7座位。咁架車狀態實物睇咧都好企理嘅，乾淨啦，個頂乾淨啦，座位乾淨啦，內籠企理啦。咁呢啲車咧就實情冇乜花巧嘢，全部咧都係以實用為主嘅。咁嗱，呢個有出名嘅雪櫃門啦，咁又可以咁樣開，兩邊呢邊開又得，啲客都好中意嘅。車位窄嘅時間咧就咁都開到尾門，可以攞到嘢。後邊咧佢呢個佈局咧都我覺得佢呢個設計幾好嘅，佢又可以將成套凳咧就收咗落去呢個地台下低嘅。好，操作下俾大家睇下先，咁樣收。咁咧呢個咧就男士嚟講唔使點用力噶啦，女士用少少力啦。咁咧兩邊都可以咁樣收嘅。咁你變咗咧，好試埋俾大家睇先。咁你變咗咧就車到大件嘢啊，一啲都冇問題嘅。你買個大電視啊，買個洗衣機你都搬到啊。全部放平晒，慳翻側邊兩邊位，實用性大增嘅。如果呢個還原翻嘅時間咧，都好簡單嘅啫。拉住呢個手柄掹翻上嚟，係啦，咁樣就開得翻噶啦，好簡單，個個都操作到嘅。咁呢啲車通常都好原裝噶啦，原廠合金拎，係啦，呢啲車應該就改嘅人就比較少嘅，90%都原裝噶啦。同埋咧有類似私家車咁嘅高度，咁上落咧都好方便嘅，老人家都啱用嘅。係啦，紫色呢啲咧就易打理啲啦，白色就難啲咯。白色係因為咧就如果你買呢啲年份咧，通常都有少少微黃噶啦。咁顏色個人喜好咧，紫色咧都好靚嘅。好，2015年只要5位數字嘅啫，車價 Stepwagon 1.5 VTEC Turbo。咁片尾咧有我卡片，可以直接約我睇車嘅。關注汽車生活，精明揀汽車，生活更自如。